爱的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很高兴我们能一起唱诗歌赞美，因为我们一起开口敬拜我们的主。赞美的旋律响起，我的心全然向你。生命的恩膏满溢，我的灵不再封闭。赞美的心泉储存于沐浴，心中的喜乐川流不息。赞美的音符如雪花飘逸，心中的暖流感染真情。向你赞美圣洁，永永远远赞美不停，永永远远圣洁不移。我要心甘向你献上自己，一生一世献上自己，一生一世要祝福你。当赞美的旋律响起，赞美的旋律响起，我的心全然向你。生命的恩膏满溢，我的灵不再封闭。赞美的心泉如春雨沐浴，我心中的喜乐川流不息。赞美的音符如雪花飘逸，心中的暖流感染深情。向你赞美圣洁，永永远远赞美不停，永永远远圣洁不移。我要心甘向你献上自己，一生一世献上自己，一生一世要不负你。愿我们一生一世献上自己。愿我们一生一世跟随主的脚步不离。当赞美的旋律响起，当赞美的旋律响起，我的心全然向你。当生命的恩膏满溢，我的灵不再封闭。赞美的心泉如春雨沐浴，我心中的喜乐川流不息。赞美的音符如雪花飘逸，心中的暖流感染深情。我要开口向你赞美圣洁，永永远远赞美不停，永永远远圣洁不移。我要心甘向你献上自己，一生一世献上自己，一生一世将不顾离。我要开口向你赞美圣洁，我要开口向你赞美圣洁，永永远远赞美不停，永永远远圣洁不移。我要心甘向你献上自己，一生一世献上自己，一生一世交不一生一世，一生一世交不离。每天我们经历许多的事情，有时是开心的，有时是分心快乐的，分心困难的。但当你遇到挑战时，你是否曾经安静的等候神呢？我
们一起来唱《安静》。平安喜，在基督里，你大能使我安然心靠。当大海翻腾，波涛汹涌，我与你展翅膀。从天父而来的爱和恩典，把我们冰冷的心溶解，让我们献出每一个音符，把它化为赞美之泉。从天父而来的爱和恩典。从天父而来的爱和恩典，把我们冰冷的心溶解。让我们献出每个音符，把它化为赞美之泉。让我们张开口，举起手，向永生之主呈现，使赞美之泉流入每个。从天父而来的爱和恩典，把我们冰冷的心溶解。让我们献出每个音符，把它化为赞美之泉。让我们张开口，举起手，向永生之主呈现，使赞美之泉流入每个人的心间。我们所感受到的是主永远对我们的信实，我们都经历到是我们的。神与我们一同走过这一切，我们也亲眼看见赞美之泉是如何借着他的手流入人们的心间。天父而来的爱和恩典。从天父而来的爱和恩典，把我们冰冷的心溶解。让我们献出每个音符，把它化为赞美之泉。让我们张开口。
主感谢你，因为你何等大的恩典，你何等大的奇妙，你创造了我们，你创造我们的心，请你来渴慕你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。当我们还是罪人，我们还是软弱无助的时候，你就为我们的罪赐下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。天父，我们为了这些来感谢你。天父也求你来帮助我们学习。当我们受到看见你这些恩典救赎的时候，我们愿意来回应。天父，当我们回应你的时候，你就让帮助我们的心敞开，朝着人生所为我们预定的光明面来行走。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些恩典。天父，我们也要为几件事情来恳求主你的帮助，你的施恩跟怜悯。我们知道最近在泰国有很多的洪水、洪峰带领来到，造成他们许多百姓的困苦。主，求你的手来快快的退去这些水，回到他们所应该去的地方。天父，我们也特别为土耳其的大地震，在那个地方有很多的百姓，他们仍然还没有受到救援，他们仍然在等待救援，等待可以安身之处。但是天气已经寒冷，主，求你来帮助政府的项目以及各个国家的善心救工队，赶快到他们的地方来帮助他们，让我的心与他们一同受苦，让我们学习仰望你。也求你在这个时候能够在这两个地方帮助他们，让传染的疾病不会在这个地方蔓延，增加更多的灾难。最后，我们也特别要为我们台湾的204兵工厂他们的灾难，这8位受伤的弟兄，这8位受伤的同胞，他们的身体来仰望，他们的心灵，他们的身体现在正受到极大的痛苦，他们的生命跟死亡在搏斗。主，你来，主你的圣手来恩膏他们，主你的恩典，你安静平安的灵也跟他们的家属同在，让他们能够在这个痛苦的时刻有一个依靠，从上面来的力量来支撑他们走过人生的低潮。最后，我们谢谢你，赐给我们这一段可以来敬拜你，可以来赞美你的时刻。当我们赞美你的时候，我们就把我们的心从我们自己，把我们的眼睛，把我们的目光从我们定睛在自己的身上，转向在十字架上的耶稣，转向在创造宇宙万物的父神耶和华身上。我们谢谢你，因为这一切都是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作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这样祷告，不可以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接下来我们要来读2